无水的地，我的心喙焦少念你，我的肉体切切恨无你。我捌安尼伫圣所条件你，为着爱看你的关联，甲你的荣光，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的嘴唇要学了你，我要活地的时，要安尼学了你。我要奉你的名扬起我的手，我的心神要把足，亲像食骨髓油脂。我要用欢喜的嘴唇学了你。来呀，咱就耶和华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创造咱的主宰，伊是咱的天父，咱的上帝。咱就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咱来吟诗学乐，圣诗67首，圣诗67首。我心学乐上帝，咱起立来吟全首。主道圣经伫圣诗的头前有，咱同齐出声来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路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定十字架死摆葬罗林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愿更归献给上帝，阳光献给献赎金，阿门阿门。请坐，咱要启用哈。
掀开圣诗后壁面，启用文26篇，也就是圣经诗篇127、128篇吼，咱显着咱来启用。启用文字啦。厝体若毋是耶和华去做，城池若毋是耶和华固守，恁早早起，晚晚困。既若敬畏耶和华的，行伫伊的路的，伊要食。你要食你的手着磨所得到的，你的某伫你的厝的房内，你的囝儿围围你的道，耶和华要对锡安赐福你。你要看见你的囝的囝。咱搁来吟诗学乐，圣诗482首，圣诗482首，为主来做伊干净。咱起立来吟全首。对，咱当时来祈祷，全能至圣的天父，阮的上帝，阮
集齐伫遮来敬拜你，阮较无主来条件主你，主，愿你献上阮的感谢甲敬拜。主，因为这是你值得安尼，阮会尊重敬拜。主，阮感谢你。主，因为你护着阮，你拯救阮，你帮助阮，互阮会当诚做你的囝儿。主，阮伫你的疼的内面，伫你丰盛的恩典内面，阮何等的福气！主，阮爱常常纪念你伫阮心上的疼，阮爱常常连结伫你的内面，帮助阮。互你来欢喜，帮助阮会当行踏伫主你所欢喜的路途当中。主，阮为着阮伫这个世上，有主你替阮陪伴属灵的大家庭，这个教会，阮来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祈祷。主，通过教会，阮属灵的活命得到培养，阮伫这个所在来学习，上帝你爱阮行你的使命，就是阮爱彼此相疼，来见证主你。主你也爱阮来遵守你互阮的使命，就是阮会当尽力来传福音、传开阔伫阮的周围。主，阮意爱做安尼事工。总是，主啊，你知影阮的软弱，阮常常看见阮家己的不配。主，求你帮助阮，互阮常常仰望主你的救恩，常常仰望主你，互阮的恩典开力。阮无看阮的软弱，互阮常常看见上帝你为顶面互着阮的恩典，互着阮的大的救赎。主，阮无常常来看伫地面上，遮的扰乱，互阮袂当专心来敬拜你的代志。总是主，阮悠然活伫阮的世间内面。主，阮着爱有气力，阮着爱来靠主来较赢，才会互阮常常软弱软正的代志。主啊，帮助阮！主，你爱阮通过教会，诚侪一拍的光灯来照亮这个社区，互这个社区因为看见教会会当意爱来亲近主你。主，阮感谢你。主，你嘛通过教会内面侪的机构团契，互阮伫遐彼此来建造，彼此来学习。主，阮通过团契的生活，阮知上帝你通过你的话语，你通过一兄弟真好的行为服侍，互阮的心得到激励，得到帮助。主，阮需要常常来得到帮助，得到激励，互阮的生命会当活泼，互阮的生命会当受到建造。主啊，阮感谢你。主，阮也感谢你，为着阮，互阮长老教会有侪部门，其中阮今日就是双年团契的纪念主日。阮要通过双年团契伫各教会服侍的事工，互阮伫双年团契这个事工会当做了更较健全、更较有利益伫教会双年的事工。主，阮感谢你差派阮7000中会双年部的部长陈嘉生部长来到阮的中间，伊要勉励阮。主，伊要用伊甲主你的关系，甲主你的
得到以你的话语来勉励阮。主，互伊所勉励阮的，诚侪阮的帮助，诚侪阮教会的帮助。求主来带领阮今日的敬拜。主，我嘛要为着阮南阳区侪间教会伫圣诞节的期间，有侪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主啊，帮助阮有这个热心，有这个欢喜快乐，来彰显主你的名。因为主你为着阮世间人，为着阮拯救阮世间人，你降生，原来为着这来传开看伫阮的社区。主啊，帮助这个活动诚侪，主你的名得到彰显的一个真好的活动。主，阮恳求你帮助，才会带领阮来活动，才会属灵的前辈，互因所做的事工，真正互南阳区各教会拢得到激励，得到帮助，也主你的名得到传开看。主，阮阁一届，从阮教会内面有侪心内忧苦、身体软弱的人来祈祷。主，你知阮每一个人的需要，阮主要向你恳求祈祷，阮摆列阮的心思，阮摆列阮的艰苦，主你拢知。主，你也要诚侪阮的快乐。诚侪阮的帮助，互阮时常去调伫你主你互阮看见上帝你的慈悲疼痛，互阮倚靠你的人得到福气。主，阮感谢你。主，阮阁一届将阮今日的敬拜为头到尾摆列伫你的面前，愿主你的圣神带领，互部长所勉励阮的，互阮所吟的诗歌。互阮所做的逐项的事项，拢会当造就阮的灵命，帮助阮。阮伫你的脚前，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好，咱过来，要请，要爱读上帝的话语吼，圣经记载。记载伫历代志上22章17节到19节。咱先来用和合本，用华语，咱同齐来读。伫咱的周报的页页，有和合本修订本，咱做伙来做声来读上帝的话语。预备，起！大卫又吩咐以色列的众官长帮助他儿子所罗门。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与你们同在吗？他不是使你们四围都平安吗？因他已将这地的居民交在我手中，这地已在耶和华与他百姓面前赐福了。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所，好将耶和华的约柜和神圣的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的名建造的殿里。过来，台语和日本我来读。大卫阁吩咐以色列的众首领帮赞伊的囝所罗门讲：耶和华恁的上帝竟无甲恁指定吗？竟无伫四围赏赐恁平安吗？因为伊已经将即个地徛起的百姓交伫我的手，即个地就降服伫耶和华甲伊的百姓的面前。那恁着定着恁的心、恁的意思，找耶和华恁的上帝，也着起来去做耶和华上帝的圣所，通将耶和华的约柜甲上帝圣的器具
满入为耶和华的名所要起的殿。咱同齐来看今日的金句，是历代志上17章12节，伊相款有2个版本吼。咱同齐拢来读，每一句拢读2遍。咱同齐齐声来读2遍。预备起，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固他的王位，直到永远。再一遍，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王位，直到永远。再来台语，咱做伙齐声来读。预备起，伊要教我起厝，我要坚固伊的座位到永远。再一遍，伊要教我起厝，我要坚固伊的座位到永远。愿上帝的话，诚侪咱的帮赞刻条伫咱的心内。咱搁来要请咱的诗班来献诗，主在阮心肝。心中有像目屎落袂煞，不知啥人会当了解我的心肝。当我心情犯做脚步沉重，不知要安怎，头前马路喊啥人要做伴。有你怜悯我，我是对抗那听我的悲悲心声，做不了你我，我无法的我，你是我的保证，引带我来行。
部长7星中华商年部的部长来为咱正道。伊所要甲咱讲的，就是当起来建造，就起来建造。咱将时间交予部长。大家兄弟平安。多谢牧师甲遮总经总任吼，甲恁邀请我代表上林部，甲大家来分享，毋敢讲是讲着大家分享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是讲以前先讲一个大家听拢知影故事。铁达尼号，大家拢知影准要沉的时，大家人要抢要走，大家拢知影迄阵的救生艇，吼伤少，所以大家拢抢位，吼。其中有一个牧师叫做John Harper， 这个牧师看大家拢去抢遐，伊甲遐个人讲。基督徒徛出来，因为咱因得救啊，甲这位让还未接受福音的人，有的人咧排队，有的人甚至一定会到救生艇顶悬。但是这牧师伊讲一句话：，咱基督徒一定得救啊，甲位让还未得救的人，真正有多一个人徛起来，有多一个人排队的时离开，甲这个位。让别人，大家拢知影迄阵的乐队，因来咱走，但是因无走，因咱看迄个网络上还是电影内底有讲，因拢穿衫穿正式的，因袂讲哦，因为要走啊，无安怎，因来继续，因迄个研究更加与主接近，甲坛主接近，因为因为。占因的位，因来继续服务遮个人。这个故事，互大家知影讲，因遮个人真正有做为主咧做工起来。咱遮里所看这段经文，去代笔为着因后生，所以问我准备读一个材料，建造这圣殿。遮里咱有这圣殿啊，这圣殿就是咱的教会，咱有软体甲。迄个形体部分，咱有啊，但是咱的软体部分安怎？咱遮个经文内底有讲“找耶和华”这句话，咱要哪找耶和华？第一，咱有信慕的心。马可福音第5章25节到20、34节有讲有一个泄露的妇人人，已经12年啊，伊想要。我相信伊有看到一个医生，但是袂当甲解决伊的问题。但是伊知影耶稣经过迄个所在，伊一心想要望耶和华，伊知影讲我接受到耶稣，我病就好啊。所以伊有一个心仰慕的心，用手摸耶稣的衫裤，耶稣感到伊的能力有出嚟，伊会知影有人接近。所以，甲医治即个妇人人的心，所以有一个仰慕要接近耶稣的心。过来有一段经文，路加福音18章35节到43节，亚里哥城有一个青面人，伊青面，但是伊别人看到路，伊有听讲耶稣经过，伊就在大声喊：耶稣啊，救我安怎？啊边仔人讲莫吵啊，袂使。但是耶稣有听到，因为这个青面人有一颗心要仰望找耶稣，所以就是咱要追求耶稣，一定要有一个心，要建造咱的这间教会，毋是咱形体尔，咱的内心软体的爱，咱第一要有一个心，仰望要找主的心。过来读圣经，有人讲我自己教毋咧读圣经。无安怎啊？都简单的啦，念圣诗，圣经读看。但是，咱毋是单介意读尔，咱来画出来。有人讲要哪画出来？这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感觉的人，伊住感觉，感觉内底独一人爱食薰。一般的薰毋是咱规支的，伊甲咱即摆的薰爬起来。遐个迄个烟草，
英国是用报纸甲包起来，因叫做老鼠尾，报纸包起来，但是报纸有油墨，食起来都臭的，吼、啊，拄啊好有基电会拢有送圣经去迄落感觉，咱的圣经纸较好，吼、所以伊发现到，甲烟草用圣经掠起来，包起来，食圣经，食迄个粉，用圣经的纸用都芳的。台关做伙人讲，拜托的啦，人送你圣经对不对？你三来咧包迄个烟草，你上少看一下吧。莫吼，逐日拢把圣经吼纸咧包包的尔看。结果伊真正有听，伊拄仔看到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所有人若伫基督，就是做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一定过去，当拢变做新的。因为伊是感觉，伊是犯罪的人，伊听了即句话，伊改变伊的心，所以出来的是，阮基电会内底有讲伊的见证，吼。所以活出迄落真正，咱毋是单单读尔，爱活出来底的道理。我都欣赏即个人的故事，保罗甲亚拿尼亚即个人，《使徒行传》第9章20到20节，即个人恁大家可能无啥印象。大家拢知影保罗，吼，伊会罗林，吼，主耶稣会光照伊前面。前面的时，伊去 ，OK， 去城里内底有一个人叫做亚拿尼亚，圣经内底讲伊的故事讲得简单的，伊去，吼，去城里的时要找待人，但是亚拿尼亚这个人，耶稣的圣灵讲落讲，你去找保罗，甲伊祈祷用，你想看卖？一个歹人，你要叫一个牧师或一个长老去找伊，去甲伊安慰安怎？逐个拢惊，英国拢去逼迫我的，要抓我去关的人，我惊去用。但是亚拿尼亚即个人小人物，伊去啊，甲保罗祈祷，保罗的迄落目睭就光起来，有一个算鱼鳞的落下来。你想看卖啊？咱的迄落的羔羊。有一个歹人起来，伊甲这牧师讲：“我得救啊！你会相信袂？袂。甲这教的人讲：我来你讲道，来讲主的道理。但是英国伊拢逼害人，恁会相信袂？袂。但是后一个长老，一个牧师，甲大家讲，教讲保罗一定反悔啊！伊真正得救啊！大家就慢慢接受。”意思是讲，亚拿尼亚这个人带领保罗入去这众信徒内底，参与做交配，慢慢啊，大家接受保罗。所以圣经内底记载伊单安尼讲了，讲了讲保罗同这众信徒做伙，但是你要想吗？大家开始怎人会接受保罗，就是靠伊。所以，咱读圣经内底是有一寡小人物，因真正活出主的道理来。过来，咱随时祈祷。咱长老教会有时都少讲祈祷啦。其实祈祷有效，毋是无效。大家拢知影，头2、3个月前，美国有寡种子的代志嘛，有人去互拍死，变到伊。同迄个别人有咧烧纷争，即个是网络上的台，到尾两边归了基督。美国是用咱基督教建立的国家，所以因有迄个基督教的迄个思想，因拢有，因两边归了基督合抱。所以有时咱毋爱想讲基督有效无，有时咱会想。毋是讲咱祈祷无效，是主有伊的意思。有时咱会听讲有人祈祷足侪年的，但是主拢会听，
吼。所以有时咱爱会晓定来祈祷，无人讲我要哪祈祷，其实祈祷都简单诶。咱囡仔甲爸母讲话，小讲祈祷就是咱谈咱诶主耶稣上帝祈祷。咱谈咱爸爸祈祷，咱毋免想咱小事就是一大堆，咱甲咱内心所想诶，甲伊讲就会使啊，都简单诶。过来，咱爱学主诶款式，咱要找主找着，咱爱学伊诶款式安怎？怜悯诶心。路加福音第7章11节到17节，有一个城内底有一个寡妇拿因城，这个寡妇伊当死翁尔，无偌久，伊囡仔若死。你想看觅啊？一个负责人，无偌久以前翁过身，过来囡仔过身，一定都悲伤的。但是主有怜悯伊，主互这囡仔搁活。所以有时咱学主的款式内底，咱也爱有一个怜悯的心，咱会帮助别人，尽量帮助。咱的能力会当办呢，帮助伊。安尼，像咱大家有时咧看路边有一个迄个前面人用一个拐咧行，咱会甲带伊过马路，都简单的，毋免做甲咱大代志。好，咱找了的是，咱爱起来建造。咱毋是单找尔，有时咱讲啊，坐咧想，我将来要安怎？吼，我甲准备好，毋免起来建造。大家拢知影，吼，年什么52日建造，迄个亚罗撒冷的城，伊起来，当然伊袂遐尼简单，对着个边仔咧甲攻击，但是伊要安怎？伊会一半的人起厝，一半的人。迄个警卫，就看卖看有派人来袂，因后来拍，大家停起来去对抗，所以50日伊真正起来做。即摆甲大家讲这实在，即个是加利利祷告山的家己啊，可能咱大家无啥知影，有人知影，咱大家拢知影锡安山啊，这头30年前的事，高俊文牧师会大概一遍的年会内底是咧讲，咱长老教会徛哪无祈祷山，别个教派，韩国甲其他的台湾去锡安山，拢有啥咱无？吼，这陈坤生牧师伊感动着，伊的1988年的事，伊无等你支援，无等人家帮助，伊会去建设这加利利祈祷山。经7年以后，总会承认伊变一个机构。你知影？这7年内底，又靠伊家己咧拼，家己去募款，家己用有讲读者，恁会上网络去看，伊会读者主的祝福。打开始的时，伊想要投500片，结果有3家庭，有的是迄个买的是，有的是迄。当地家己的算讲，迄个妇女，有的是迄个道教的人卖迄土地，伊拢无想到，所以主的道理，主的稳定临到伊，互伊会当甲即个山建立起来。所以咱要起造起来，咱爱实在行为。了，咱建造了，咱爱甲咱的所做的传互咱后代。像咱即马咱大家信仰都好，但是咱后代咧，像即马少年人拢出去了，因可能生活也是迄个事业的关系，有时拢袂去教会，有时讲礼拜日、拜六、礼拜日我要休困，一日到晚，拜一到拜五上班上啊足忝的，咱爱甲咱的教的代志甲因讲，有时咱会感觉讲伊伤忝，歹。像上简单的，咱有时囡仔要考高中，要考大学，礼拜日有时要补习，咱会讲你毋免去礼拜日，去礼拜堂，去教会，你好准备考试。咱有时安尼想，但是有时咱会甲讲，你去教会听主的道理，会让互你心较安定，
吼安尼，毋敢讲会当互你成绩较好，互你的心会较安定。所以有时咱爱甲即个传落，毋是讲吼为着囡仔咧就想，咱甲咱想的互伊传。像阮即马，我的囡仔对毋对？吼，伊安怎甲无用，我拢要求伊礼拜日你一定爱去教会。你安做第一场，像讲有时因10点外有可能等于补习啊是安怎吼？讲你做第一场，吼8点外就去，了甲去补习啊去对安尼。咱爱甲咱的事奉的代志传互伊。过来，第一个是咱的上联吼，因为我代表上联部，咱有时咧讲，我年老啊，我也通做单代志。我少年的时，因为拍个事业，年老要通做单代志。这是德蕾莎有一个故事，伊讲的，咱袂当做伟大的代志，咱无办法想。总统、牧师会当传道，会当治理这个国家，但是咱用宇大的听来做小事，这是真正的故事。荷兰海牙这个所在，前年底前年底的时，因发生一个2324小时不断的祷告，这是安怎？这个故事是安尼：有一个亚马尼亚的难民，即马亚马尼亚通边仔咧相见。有一个难民，伊走去荷兰，毋是呾走去，走去啊7、8年啊。前年的时，荷兰的右翼的一个总理起来，咱知影难民带来这国家都一个困扰，毋嘛是因的迄个吼生活问题，因会抢当地人的工课，所以这右翼的长老，这右翼的总理要甲因赶走。啊，这个家庭要安怎？因为咱基督徒拢会照顾弱势的，迄个吼人，所以伊去找教会，找即间教会，伯特利教会都细间的，比咱教会较小。找这个牧师，啊，你想看嘛？啊，这个牧师要安怎？要安怎照顾这个？甲这迄个吼信徒来示威游行抗议吗？无可能嘛。但是拄啊好。荷兰中世纪有一个法规，基督进行当中，政府袂使入去，所以教会伊基督警察来袂当来，都有这个法律。好，啊，这个牧师讲好，无咱来祈祷。问题来啦，一个牧师无可能祈祷多久的，但是伊发动这个。海牙算头即摆家人相共啊，算迄个港口家人地区才牧师会参加，但是还是无够啊。到尾啊，去荷兰全国的牧师支援，毋嘛安尼，国外也有做这样代志，变国际事件。因继续以接力，到尾啊，荷兰的政府挡袂牢，96日以后。讲好，无要赶因走，所以这个教堂甲开，这个牧师通做一项代志尔，祈祷。所以有时咱感觉讲，我年老啦，我通做单代志，多简单呢。像迄个咱教会，像安尼，阮第一教会相共，咱爱餐了，逐个拢甲我迄个，甲拜师有讲的。爱餐了，上头听一项代志，藏生活，藏道本色。有诶，咱遮长辈拢主动诶做，这样代志足少诶。像德蕾莎，伊会印度这单代志，都简单诶，去路边看一个善良人，一个人无小人区，无食饭，也是安怎甲带来安尼尔。伊也无去募款，去找大企业家讲。拜托诶，你捐钱，我来设一个算讲孤儿院，还是迄个安养院来照顾，伊拢无安尼尔，这都是这样诶代志。所以咱年老诶时，咱也毋免讲做咱大代志，咱做一个小代志，用咱上大诶疼心。因为主讲，人是上小诶事忠心，会大事也忠心。所以有时咱做这小代志尔。毋免个偌大，咱伫教会内底
像咱即马有武汉疫情来的时，咱用酒精甲咱倒啊切的，足细项代志。咱即马拢戴口罩，虽然台湾经济较好，但是咱也要小心。所以咱毋免想要做咱大代志。有时咱若有时间，咱会出去外口照顾就咱教会外口扫地、树叶清理，足小代志。咱毋免要求讲，我要去做咱大代志，去传道讲道，每一个文书拢无共。像我，因为我的校教册，即马退休啊，所以我也当跟大家分享。大家文书无共，你会用你的文书来做。最后，因为代表上联部来小我讲者，上联部的事工，当然南洋区可能距离的悬个啦，较少参加到北部的活动，所以我去年伊甲迄个军会会长讲，恁南洋区有等咧活动，上联部台北拢支援。我去年做上联部部长，伊想讲，我要互上联部做咱代志。我迄阵叫做身心灵，因为咱无好的身躯，咱后壁代志拢免做。所以我上联部咧带大家出去佚佗。有人会讲，恁上联部只教出去佚佗，毋是。阮的重点是，互你的身躯出去行行，莫等厝里。咱厝里的时了不起，边仔四界一个行行尔，莫等厝里看电视，有时看圣经看到会拄久，毋免咱出来行行。所以上联部有一个目标，就是带这长辈出去行行，互身体健康。但是有时你的心理，有时你会想东想西。我即马无钱。后生、新妇会饲我，会照顾我袂？咱大家心里拢慢慢拢会想。所以，阮去年有请蔡茂堂，今年可能到12月7日会请一个马街迄个精神医学部的主任方俊凯。去年是请蔡茂堂牧师，蔡茂堂牧师可能有人知，有人毋知，伊是心理医生，再来是牧师，和平教会牧师。伊来讲心理的部分。迄阵请的节目叫做《善终》，这题目英国人拢毋敢碰，因为互这长辈讲善终，你咧著作我死。但是伊用信仰的角度来看咱生命结束要安怎行。咱大家将来咱会面对死。但是你的心理要有准备，所以上联部我来做的是讲要讲心理，互咱的心理会当健全。过来任命拜四台北我有请叶欢，叶欢可能我即代年岁较大有听过啦，少年的可能毋知影叶欢伊的生命见证。有人讲我迄个参加迄个咱来迄个礼拜堂基督教长老教会40年、50年，我任命都用的。有时咱去听别人，伊的迄个痛苦当中，伊要安怎改变伊的生命？阮去年是请龚莲华，龚莲华可能伊演过一代女王啦，的戏内底啦，伊会讲伊的改变。伊龚莲华，伊无正式的毕业证书，伊小学拢无毕业，但是伊安尼慢慢，伊一个咱想讲夜间部安尼起来用，到尾伊摕到迄个政大算讲 MBA 迄个硕士的学位。我讲你都搞的，因为我拄美国回来时，我迄阵的是叫做4加班，我去申请。我讲我美国回来会经贸易公司做经理，应该有资格。结果政大4加班讲你无资格。龚莲华伊凭家己的能力
会当互遮人得救的。伊安怎改变？伊是一个小啊无毕业、无正式的毕业，但是伊有办法讲这生命安怎改变。我想要讲身心灵，因为我伊想讲，咱遮长辈，咱遐较有气力，咱毋免讲一日到晚坐咱厝里，坐咱教会，咱能行出去帮助其他的人。但是你要帮助其他的人，第一，你的身躯爱勇行；第二，你的心理爱健全。你帮助人的时，你身体无健全，无可能；你心理无好，你会偏差。过来，听咱要认命。有时咱做工，像有时咱做种植的，做到有时。会让咱老歌有人咧嫌东嫌西，咱若认命无内底，咱会失志，甚至咱会讲，我做遐尼拍拼，无人感谢，我啥也要做。但是咱认命也伫个时，咱会继续讲，咱为主来拍拼。今日圣经内底讲，为主来做工，就是这安尼。所以上联部就是有一个步骤起来。身心灵，希望互遮长辈用，因为迄阵我有提出来是讲，咱遮长辈咱去帮助其他，尤其是恁南洋区有寡弱小的教会人少，像我这边去台北有一间叫做西湖长老教会，因个牧师当去，因无干事，这牧师。讲校长兼弄经，当代拢爱做，查经班爱查，迄个青少年少年团体爱辅导，但是咱也有诶有恩赐，会当帮人讲好，无查经班，我也帮人恁牧师，互伊会当减轻负担，所以咱会是会当主动行出去，帮助其他弱小诶教会，安尼就是大概就是。咱大声，咱个家己也健全起来，这是上联部一步一步，因为我做到今年，明年度，看新的部分，但是上重要是希望咱南洋区遮长辈咱参加阮的活动，当然因为距离的关系，交南洋区的部分去烦恼，以上简单甲大家请安这部分，了咱大家来压头来做结束祈祷。天的爸，感谢你，今日我来遮，我来所讲的，毋是靠我家己的能力，是你的稳定领导这个所在。主啊，我年老的时，虽然我毋知要安怎做，但是我通加入小工。伊85岁时，伊的身体甲伊迄阵40岁时相共。主啊，请你使我勇健的身躯会当为着你的代志做工。主啊。阮来求你原谅，阮常常袂记你的稳定，阮拢有时会失望的时，失败的时，甲想着你。阮来求你会当互阮会当甲看着你，互阮会当充满来到你的平安甲喜乐。主啊，阮来即道全世界遭遇即个病痛，求你怜悯拯救即个全世界的人、百姓甲土地。下面阮遮个百姓无遵守你的诫命甲律例，甚至有战争流无过人的血，阮认罪在你的面前，求你下面阮将国家所犯一切抵挡真理的罪，阮来求你会当互阮效法你顺服百姓上帝的话，在你的困难的时，你有讲，下面阮这世界，你定的是物件时，你也知影讲你来的目的是安怎？阮来求你，使我阮这稳定，阮来通你的模样小工，会当学你的款式。虽然阮有时会感觉都麻烦，毋敢，但是请你经过阮的心，主啊，求你会使阮智慧，会当讲造就人的好话，互阮今日会当对别人讲。勉励的话，会当互伊鼓舞伊，会当向你的名、你的尊、你的名来行。阮安尼恳求，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感谢部长，互咱真好的面题。再来，咱来唱回应诗歌，咱315首 A， 哈，315首 A。温困做工无嫌劳苦，咱起立来吟全首。咱过来要奉献，今日是上年的奉献主日，咱为着上年的事工，咱来关心大道甲奉献支持，互咱长老会的上年的事工做甲真好，会当帮助咱上年吼，咱总有一天拢会成做上年的一份子。咱着爱将上年即个事工做好势吼，因为咱慢慢咱的社会会拢会进入伫即个上年咱的社会会较老年化，所以咱的上年事工足重要吼。咱即点咱来奉献，准若是头一摆来，毋知影奉献的意义的人，咱会通免奉献吼。好，咱今日咧要奉献服侍的人。就是泽西弟兄，甲迄个欢迎姐妹吼。
信心、热情到稳定，我有你的同在，让健康、喜乐、平安来过日子。我即马大家要来共同去主的圣殿，装备我们自己。我们现在以微薄的奉献、欢喜的祈祷来表示我的感恩甲敬拜。以上是奉基督耶稣的圣名求。阿门。再来报告的大声，咱要来介绍真久无伫咱当中的一个兄弟，叫做周邦运老师。伊是义乡的老师吼，伊过去有定定伫咱的中间吼，即条可能有受到迄疫情的关系吼，较久无来吼。咱抑阁有新来无介绍着吗？有无？无吼，咱就来看咱的报告事项。咱的周报页有报告事项。咱头一点，本主日是上年曙光奉献主日，咱感谢咱七千中会上年部长陈嘉生长老来咱遮敬道勉励吼。部长是一个真忠心真挚的一个长老吼，伊伫上帝事工嘛做真济，尤其是基甸会的事工吼。我看见伊今日互咱的勉励的主题吼，是阮基甸会今年的主题“当起来建造”。这个建造毋但是硬体的建造，迄个礼拜堂的建造，嘛是咱软体，咱每一个人，咱的每一个人的身躯，拢是上帝的殿，咱嘛拢爱去做。伊今日互咱真好的勉励，就是咱爱通过读圣经、祈祷，来跟对主耶稣来行吼，坐迄真好的脚者，诚做咱即个身躯的建造吼。愿主祝福伊所服侍所做的工吼，会诚做荣光俾上帝，嘛，互咱拢得到利益。好，咱来看第二点，今日礼拜后要召开中级会小会，咱中级来备办心。今日是咱因为今日嘛是重阳敬老的礼物，咱伫即点咱要来有一寡表示咱对长辈的敬老吼，敬老的表示。39年厝包含39年厝的。咱会当请徛起来，咱来受到教会一点的礼物吼。咱会当徛起来，39年厝以前的吼，会当徛起吼，伫分礼物的人较清楚，较清楚。互咱的进行会当较紧。包含39年厝。咱感谢上帝恩典，互咱会当有食甲安尼年会吼。咱每一日拢是领受上帝恩典，咱用欢喜、快乐、健康、平安来经过咱的每一天的日子。报告的第4点，
咱的主日是国际机电主日吼，机电会主日，咱有机电会有派陈正彦弟兄来咱教会来见证、请安甲报告吼。陈正彦弟兄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基电会的会员，他目前在基电会好像是灵修理事哈。他的生命也是有很大的经历哈，见证我们下礼拜可以听哈，真的很棒哦。没有听的很可惜，他去年是在宜兰教会啦，宜兰教会也见证，互一个人得到勉励吼。好，咱过来第5点，陈慧丽。姊妹吼，毋是咱的惠丽吼，是搁另外一个惠丽。伊的妈妈安孝吼，有伫迄个28日拜三，有迄个基督徒礼拜堂要来举行伊的个别礼拜吼。好，他在福园哈，福园6034，是基督徒礼拜堂因来主持吼。咱的牧师有协助伫。参与伫事奉吼，好，过来第6点，咱的主日学的周末彩虹营有一系列的活动吼，咱家己来看。第7点，2020年圣诞系列的活动也很多很多吼，这包含国教会吼，咱是朝教会吼，咱宜兰区的逐间教会吼，拢同齐来做安尼庆祝，咱来热情的参与吼，有点灯礼拜，有音乐礼拜，有有游行那个游行的吼，圣诞灯游行的庆典吼，咱望咱会当行出来。来见证上帝伫咱基督徒所赐咱的恩典，咱欢喜来用咱的本心来见证上帝的恩典吼。这是第7点，第8点就是咱有哄骗歌吼，圣诞歌这个咱会当订来订吼甲教会，咱教会嘛会订吼，咱用咧通过这哄骗歌来增上亲友吼。第8点就是咱会当来通过 YouTube 网站来知影咱一个活动。第10就是咱60周年，咱今年59周年，60周年真紧就会到。咱吼，望咱的信徒会当通过咱领受上帝恩典来写出文章吼，咱有迄特刊。好，具体消息，第1点，26到27，咱的牧师要参加7000中会传道部的在职训练吼。期间主若有代志，咱用咧请第2长老冯灵慧长老来处理吼。等牧师回来，再完成事情。第2点，过来拜6、31号下晡2点，伫大溪教会要举行因100周年以及献堂的感恩礼拜吼，咱欢迎兄弟会当去参加，分享集体的喜悦。第3点，11月7日。有财务事务的训练会吼，咱教会内面会当有人有单日安尼部分的人报名参加。第4，11月7、8，罗东教会有信徒造就会吼，咱拢会当去参加，会当报名吼。第5，11月14日，有。早上7点半到9点半，宜兰县基督徒联祷会，卖早餐祈祷早餐会，咱会当报名，报名截止是11月7日。第6，
这个玉山神学院的这个研究班吼欢迎大家会当报名来去受造就吼。怎样要参加的人迄费用本来是3500，咱教会会补助一半吼。欢迎咱教会伫这个神学这属讲有愿意来服侍的吼，也是意向，咱会当报名。大多数项，咱知影咱全球武汉肺炎继续升高，继续升高哈，所以我们请聚会的兄姐务必配合，在各样的像戴口罩啦，喷洒手部的喷洒酒精来消毒请大家配合。然后实名制线上要点名，所以我们要签名，或者是你可以再用 LINE 哈。好，再来有南洋教会官方账号的 LINE 哈。好，咱牧师有补充。来，兄弟平安。迄个伫咧咱的 PPT 还未落来进前，我先补充几点，就是后礼即礼拜六31号伫大溪教会因设教迄个100周年献堂的感恩礼拜咱有兄弟要参加的会记哩吼，伊是1点半启耀典礼吼，2点开始感恩礼拜。所以咱若是有要去参加伊的启耀典礼的话，爱伫咧1点半进前就到吼。迄个另外就是有关伫咧即个咱的事务部办理的即个财务事务的即个训练会咱请财务组的同工、财务组财务组的同工，请尽量都能够参加，因为要很清楚了解我们的那个整个那个记账的整个的一些需要去注意的代志吼。那另外就是有关咱的小会、中级会以及各团体，若假使你是做书记的吼嘛尽量来参加，因为伫咧迄中间，我会佫讲到有关咱的迄个记录簿，你应该安怎记的一寡迄个细节所以尽量。请咱的同工拢会通来出席来参加。伫咧即个具体消息第4项，迄个咱这是咱的区会，南阳区的区会所办的即个信徒的即个造就会。即届真算讲真无容易吼。安尼请到即个孙宝林博士吼来到伫咱的中间要来分享。即个主题是读经的快乐甲乐趣吼。这就是讲即摆咱教会嘛伫遐咧鼓励咱读经，但是圣经读了到底知影无？要安怎画出来吼？即个介重要咱安尼借着即个孙宝林博士安尼会通好对咱伫咧读圣经顶面会通有更较好的帮助。即个因为咱需要知影讲有偌济人数，所以你若有要参加的人，请伫咧招待桌。爱来填即个报名表，另外就是同款，就是伫咧第5点迄个部分，我特别爱强调，因为伊即个报名截止日伫咧后礼拜就结束后礼拜就结束所以伊即个是第12届的即个宜兰县的即个基督徒的即个祈祷早餐会所以请咱安尼，若有要欢喜来参加的，嘛是同款伫咧招待桌。报名所以请你毋好填毋对去你若是讲要参加倒一项是讲你拢要参加，你着逐项拢去甲填所以你着爱看清楚。那即个时阵我要来小可报告，就是咱的即个因为咱教会有通过讲要来参加着即届由咱的即个宜兰县宜兰县基督徒联导会。安尼所即个主办的即个爱在圣诞、爱在宜兰的即个叫做欢庆圣诞系列即个活动即个活动内面其实有几啊项主要就是伫咧咱讲伫咧溪北甲溪南安尼来去来去举行即个内面有上主要有几项事就是3项的活动，也就是伫咧咱的周报内面。
已经有小可分开安尼来看吼，就是有关电灯啊，甲着即个圣诞灯车，甲着圣诞主题的即个音乐晚会的即个3个活动。啊，伫即个活动内面，即个电灯的部分吼，目前即个有关着即个圣诞电灯吼，原底本地是安尼计划伫咧11月28迄拜六吼，要来即个圣诞电灯。但是我拜五去参加即个联导会时阵，有讲到即个日子那亲像会变动，可能伫咧会可能去改去到伫12月初6，因为也无真详细，所以我就也拢无叮当，所以互咱小可知影一下。即个就是讲，即个圣诞电灯的伊的活动吼，伊头先是对教会开始。吼，我应该安尼讲，今仔日即届咱的即个所有的即个活动，拢是县政府先来找咱的，吼，毋是找咱教会，是找基督徒联导会，吼，即个由即个全福会，吼，兄弟因先甲报起来安尼，吼，后来才提出这个计划，伫咧即个计划内面，所以就提出即3项，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互遮个无信的人会通借着即个安尼圣诞的活动，会通互搁较安尼去认捌着吼基督徒甲着咱的安尼即个信仰。所以伫咧即个中间一开始的时阵，即个圣诞电灯伊就分做伫咧圆山甲着宜兰市甲着罗东吼即3个所在。那即3个所在咧点灯的时阵，原底本地讲好的是11月28迄天同齐。吼，同齐来点灯，但是后来伫咧即个讨论，因为这牵涉到即个公部门，吼，公部门，所以公部门的时阵，伊若时间无甲你配合吼，你无依法的。所以即马已经知影，就是劳动的部分，那像要变你走去伫咧11月27，吼，我所即马听到是讲要改做11月27。伫咧咱宜兰市的部分，因为嘛是共款，拢是公部门的关系，所以有可能会伫咧12月初6。所以伫咧即个所在，咱上主要一个真要紧的，这也是咱今仔日等下中执会嘛会要去讨论的，就是咱伊即个点灯的部分是先对咱的教会的即个部分先点起，教会点了后，才伫咧咱的即个叫做升什么？迄叫做啥物广场？升那个。我拢一直毋知迄个名，中山伫咧咱的即个施工所边啊，迄个叫啥物广场？毋是古，咱即个民权路边啊，迄个，毋是中山公园，啥物森，还是森什么？迄个，进前咱志清堂的后面，迄个图书馆的旁边那个啊，哦。咱应该迄个圣诞的公部门的圣诞树会伫咧迄个所在，所以是由教会这边才开始先点了后，去到伫即个公部门的部分，就是去到伫咱的即个施工所边即个所在，伊迄是6点到6点半，了后伊一点了线了后，咱就搁移师到县政府。县政府那边才跟着点灯，迄个时间是7点半，吼，所以这是目前即马，这个牵涉到市公所甲县政府，所以有足侪迄落需要去整合的所在，吼，这对伫咱拄安尼初咧做安尼的即个较大型安尼事工顶面，有真侪才会安尼需要甲。市公所也是县政府这边才落去配合的，所以真无简单。过来就是有关圣诞灯车的部分，这个嘛是目前咱还搁伫遐咧折冲的吼，因为咱咧知影讲，咱咧做安尼的事工的时阵，咱嘛知影讲撒旦无欢喜，所以有侪的搅扰会产生。我会安尼讲，就是讲原底本地讲好，遮个厂商这个圣诞灯车的厂商。本地讲好，结果即马甲你讲伊歹做，
吼，咱大家去另外去找厂商，吼，所以即个部分即马基督徒咱的联导会这边遮抑个莫咧烧，抑个伫遐咧找遮个迄落厂商要来完成即个事工吼。那过来就是伊即个圣诞灯车的时间是伫咧咱的即个迄个伫咱宜兰市的部分，咱即摆看红色的部分吼，红色字的部分就是咱伫咧宜兰市的部分即个部分吼伫咧12月25伫咱的即个市区的所在，拄好会伫咧对咱新月广场出发吼落尾手佫踅倒转来新月广场所以咱的教会拄好是上近的所在咱的即个联导会嘛，期待咱教会会通好安尼出人来创啥就是即个做即个牧羊人加迄个一寡小羊的即个工作所以咱伫咧即个所在，到时阵咱会爱配合同齐即个游行，嘛鼓励咱所有正兄弟会通好来参与伫咧即届即个游行互搁较侪人会通看见互咱迄个基督徒来祝福咱即个规个宜兰即个安尼声音会通安尼来得到互因看见安尼所以过来就是即个圣诞晚会的部分。圣诞晚会的部分其实有应该是讲第3项甲第4项的部分。第3项就是伫咧即个宜兰市公所的部分，这是伫咧12月19拜六迄天的即个有一个音乐晚会。甲着即个第4项的部分是即个欢乐南洋爱圣诞的即个音乐晚会，即拢是拄好前后2个礼拜的礼拜六，即个上主要就是要帮助咱拄好照着安尼的即个音乐晚会，伊伫咧每一届的音乐晚会内面，拢伫咧上路尾拢有迄个呼召，即个伫咧迄个呼召的过程内面，会通好互一寡遮个无信的人，因会通安尼照着迄边的互伊咧呼召的时阵，伊若欢喜要来安尼接受耶稣基督福音的时阵，咱遮个诚做主的门徒的，咱伫咧迄个时阵，咱就会通好来甲因安尼接触，会通甲伊跟进、甲伊陪谈。所以这样即个部分，也就是要来呼吁咱所有正兄弟。请咱会通安尼尽量拢会通好来参与伫咧即届即个跟进甲陪谈的即个部分。也因为安尼，所以咱的教会嘛要邀请有即个跟进陪谈即方面安尼的经验的团队来帮助咱做即个陪谈的训练即个部分，即个部分就是咱即马安尼过来，咱会通看见咱。这是伫咧咱过去的迄个一寡参与伫咧圣诞的点灯，咱即届是扩大举行所以有足侪需要去调整的所在这是咱过去伫咧即个迄个叫这是县政府的咱即摆看到即个表面顶即个表面顶就是咱有看到迄红色的迄个箭头的所在，这就是咱南洋教会有参与的所在咱真感谢主因为其实咱伫咧今年咱要安尼参与即种大型的即个活动基本上是有困难拄好安尼，咱真感谢正光长老因的即个强生跆拳道馆来到集齐提那个引出即个叫做跆拳热舞跆拳热舞安尼一个，因为对伫咱要当咱要安尼参与伫咧一个事工的顶面的时阵，用到一个较无共款，会用吸引人来就安尼来参加这是诚做会用一个真好的安尼讲宣教的一个媒介所以照着即个安尼3遍其实伊3遍的时阵一遍是伫咧罗东，但是咱毋免去敢若强生道馆的遐个青年囡仔因去就好咱伫咧咱的宜兰市的部分，12月19迄个1日，12月26即2天的部分，咱注意看伫咧即个后壁8点50分到9点的所在，伊遐有一个呼召，有无？遐有一个刮胡，一个呼召，以及着后壁遐有一个，迄就是那个艺人团契的即个，即摆叫艺人教会
个宋义民牧师吼，会出来呼召。啊，就是这两段时间了了，咱的教会以及正教会，或者基督徒会用参与伫咧即个跟进陪谈的即个部分。啊，咱用真短的时间，要甲着遮个福音的朋友，甲因接触，甲因安尼建立关系，啊，会用摕到资料了了，以后咱会通甲伊联络，邀请因来到伫咱的教会，吼。所以即个事工啊，对咱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事工。毋是讲因为啊，伫咧即个干那一遍的即个圣诞节的即个晚会，搁较重要的是伫咧咱照着即届安尼即个，咱有安尼经验了了，以后咱的教会当咱咧做礼拜，有福音朋友入来到伫咱的中间的时阵，你知影要安怎来甲伊讲，你知影要安怎甲伊建立关系，啊，所以这真要紧。啊，也因为安尼，所以咱有做一寡即个即个事工吼。即个部分我小可等一下，我先讲即个，就是咱就是为着即届即个事工，所以咱伫咧即个11月14即个祈祷早餐会，所以咱嘛鼓励咱的兄弟，你若会用参加，会用伫咧迄个中间参加即个早餐会了了，祈祷早餐会了了，搁较了解咱即届即个事工吼所要做的遮个代志，以及着即个部分就是咱即马咱国外咱教会所要做的。原底本底我是计划讲伫咧10月31以及11月初7即两届要安排即个跟进的即个陪谈的即个训练。后来我看看，哇！即个10月31吼因为迄个大溪教会伊即个献堂了了，佮马上要接过，我感觉讲安尼对大家人来讲伤忝。所以可能会延后，这到时会伫咧咱的迄个中纪会内面，佮继续讨论，有可能会改做11月7号甲11月14号2个礼拜，吼，咱来趁多伫咧也未迄落，咱就已经先备办好势。若讲拄好伫咧即个训练的期间，拄好咱伫咧做礼拜啥，有一寡福音朋友入来到伫咱的教会的时阵，咱嘛会用拄好借机会，吼，会用开始有做一寡安尼的训练。期待讲咱教会伫咧即边安尼参与的中间，会通互咱安尼对伫即个宣教顶面，会通有搁较侪的即个负担，甲迄个造就，互咱以后无惊对人传福音，吼所以即个时阵我嘛要请咱小可来回味一下迄个2017年，麻烦一下来点一下好吗？那个2017年的那个画面。来扩大，好，声音拉出来哦。可能那个 keyboard 那个 ，OK。这是咱2017年咱咧准备圣诞的一寡侪咱正兄弟所安尼伫遐真用心咧准备布置。咱的圣诞节的遮个活动，吼。所以咱嘛期待咱正兄弟，咱嘛共款，伫咧今年咱依然是同心来布置咱的教会。我有伫咱的即个中纪会内面，也会要来讨论即个部分，就是讲咱要安怎，互咱的教会的即个布置会通，互安尼经过咱的教会的咱的个路边的个朋友经过的时阵，伊会去注意到原来即个所在有一间的教会，吸引因有机会，当因要来敲揣真话上帝的时阵。因会通好来到伫咱的教会，来就近来安尼找咱，咱也会通有机会甲因接触到。Suffer harm, and wars would find their ending as we take another
Christmas everyone would know somebody 这个什么人？ I pray joy to the world, peace for every boy and girl, hope for when life is hard. 咱借着安尼，逐种无共款的活动，来安尼宣扬咱的主。咱借着圣诞的布置、圣诞的这个电灯，以及参与伫咧逐样的这个活动的顶面，来互主的名伫咧每一个时刻，拢会通来得到高举，得到互侪人来安尼看见着，也是讲听见着。 即主的福音这也就是咱做一个基督徒一个真要紧需要咱共同来去参与这个事工绝对毋是干那咱安尼，这个干那咱的中级是干那某一寡人来参与，乃是咱全教会同齐共同来参与安尼即个事工也咱会安尼照着安尼迄个不断的参与来帮助咱。 安尼也会通安尼真简单来去安尼，互会用来面对着咱这福音朋友的时阵，咱会通安尼真容易来甲伊分享上帝伫你的生命内底所做的改变。这才是咱做一个基督徒一个真要紧When everything seems dark, I pray that every hungry soul will be fed and will be warm, that not a single solitary child. 所以咱的这个规个圣诞的这个系列活动，咱的教会并是讲全完全拢无有活动。咱的教会家己本身，依然伫咧这个12月24的迄个拜四暗暝吼，咱依然有一个圣诞的烛光礼拜。那伫咧这个咱依然共款有这个圣诞12月20有这个圣诞的这个感恩礼拜等等这的吼。所以咱透过安尼一系列也照着咱安尼参与伫咧教会内面的逐样的即个事工，来互咱的这个福音朋友有机会去听见着主的福音咱有机会通好去甲因安尼接触着这是咱的期待咱也将安尼即个事工来安尼交托咱的主，带领咱来安尼做一个真好真要紧的事工。以上。 咱上届要来吟上言507首，咱起立来吟上言，荣光归圣父上帝。咱吟诗煞，请牧师祝祷。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上加诚心三位。 就安尼陈家生长老来到伫阮的中间来分享主你真要紧的信息，就是主阮伫咧阮的日常生活中，阮毋是干那安尼将安尼逐日伫遐读圣经，阮搁较需要是将你的话来活出来，搁互阮伫阮的日常生活中，阮会通安尼随时随处来主你来祈祷。 也互伫咧迄个中间，要来经验着主你亲自的带领，甲丰盛恩典满满，要来施落伫阮逐人的顶面。
佮互阮会通伫阮的日常生活中，真正活出主你啊，阮所活出迄个有怜悯的心，来互侪侪人因阮来安尼得着上帝你的祝福恩典满满。但愿主你亲自施恩赐福伫阮今仔日所领受的，互阮真正会通照着安尼来活出来。但愿平安的上帝互家己互恁一尽正胜。各愿恁的心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后恁的是信息，伊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